那现在如果我们今年这些预算是这样砍的话，那我们政治现金这个案能不能结案，我们不晓得。监察院的业务恢复立法院是大台96%，秘书长李俊义迄当阵是出面话口，佮对总预算案的实现开出第一枪，但伊即马红标了讲，疑似恶备用监察院的公家资源。上面内面穿朴色顶冠衫的查甫人是李俊义秘书室的人员。日下晡5点，伊互翕到坐公务车去餐厅提餐，直接送去李俊义的徛家，再去接伊下班。互知影当质疑讲李俊义公器私用。下班时间基本上是不能使用的。那你在下班时间不但公务车司机当你的 Uber Eats， 更让工作人员当你的送餐员。我觉得这样的吕俊义，坦白说非常非常的愧对国人。另外媒体嘛接到爆料，讲同一个李俊义秘书室的人员伫5日空迄天，嘛先坐监察院的公务车，甲李俊义因兜的狗送去外口的店洗身躯。2点前后，李俊义则搁坐公务车去迄间店接伊的狗。连续2天，伊毋是公务行程，拢互翕到使用公务车。民进党立委嘛认为讲安尼观感歹。李秘书长他也对于自己的这些作为，他也做出应当有的检讨。那他的思虑不周，我想社会也会持续的监督，未来也绝对不能再犯。对引起争议，李俊义干那透过文字的声明讲，平常时拢是透过中昼休困时间，家己去接送因兜已经年岁真大的狗去美容，未使用公务车。但是5日空迄天，因为公务车无用，这车当然斗3天，嘛承认讲无考虑清楚，会深切来检讨。嘛向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提出自请处分，嘛强调监察院业务费用抬掉了后，公务车的油料保险拢是用车的人家己负担。对顶港街会当看到监察院所属的公务车停的所在，对监察院114年的预算书，公务车辆明细表内面会当看到即马停载车拢总38台。经过调查，即摆李俊义使用的是一台燃油电的特种车，毋是政府首长的专用车。根据监察院公务车辆含驾驶人员管理要点，公务车的驾驶应该驾车辆经过地点，拟定记录拢详细记，用车的人嘛要签名。监察院做咱国上悬的监察单位，每一个机动拢用用关标准来检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